兄弟平安，平安。平安，即阵来唱今日咱要唱的圣诗，第一首是347首，主要说我要我靠你。愿上主大仁爱。上主大仁爱，因念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主因更偏救你，主必宽待你。主信心无受你对之事，高应世代。亲爱的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俄罗伊。伫出埃记记有记载，上帝用风条甲火条带领以色列人行头前的路。相信上帝到即马嘛要继续带领咱按所查的表来跑走。大家有阿妹无？阿妹。下这你有信心无？有。好，咱甲边仔人讲，我对上帝有无动摇的信心？我对上帝有无动摇的信心。哦，哈利路亚！咱即摆做伙起立，同声来敬拜咱的上帝。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让助我，求主听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并不承诺，荒野之中我
生必在前面为我挣扎。求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主取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运出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信心，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哈利路亚！我们都有心在水面的信心。感谢神，我们继续来开讲，热情的来敬拜神，赞美主十字架的大能。跟着我一起来开讲。你十字架的大能，终将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你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十字架的大能，你十字架的大能，终将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
净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们，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举起我们的手，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再次宣告。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荣耀归给神，在神凡事都能。阿门。阿门。感谢唱者，一枝草，一点露，拢显明着天父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主守护咱丰盛的生命。上帝的会听充满伫万米，咱一生拢要等伫主的内面，学到主创造的大权能。春风吹来一阵悠然花香味，树头起切鸟欢喜地饮食，花水美草无似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米。一点露，显明天父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修饰阮我命的丰盛。创造大权能，春风吹来一阵悠然花香味，树头起切鸟欢喜地饮食，花水美草无似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伫万米，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父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修饰阮我命的丰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着你主的内面，哦，罗你创造大权能。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父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修饰阮我命的丰盛。
创造大款你，一心一心着你厝的内面，学着你创造大款你。这些宝贝上帝，愿感谢你，你的听是何等的长看关心，愿是你所听的儿女，你是阮永远的倚靠。求主赐予阮有火热的心，互阮做伙动起来，来传扬主的福音，来宣扬主的听，带人来归主。互阮罗州教会会当真做罗州地方的祝福。感谢主，你有无尽的恩典，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军队你，为你看顾阮的每一天，互阮通活出有主的听的生命，来荣耀主你的名。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一切无得挂虑，独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列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做伙来吟诗，称圣诗3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起立，咱吟全首。
坐，请坐。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是阮的主，一生的爸。愿满心学罗你的名，当阮进入你的圣殿的时，阮的心渴慕你的大宽仁。主，阮知影，阮是土粉所造的器具，你有缘会看重阮。你看阮是你手中的宝贝，你互阮伫艰难困苦的时，有缘会当来倚靠你，因为有你，阮的性命才得到救赎。至圣的主啊，阮要用诗歌、用敬拜来学罗你的名。愿主你甘纳阮的学罗甲敬拜。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嘛求主帮助罗州教会，成做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互阮所做所行的一切，拢会当荣光你的名。愿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掌权。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启用，成圣诗后壁面启用文1107页，启用文60，哥林多前书13。现着我来启，请这大家来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才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育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做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但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做安尼，信、盼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接着是圣歌队献诗，所要献的是万事在天。
时，请起立，咱同齐来念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要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坐者，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现着我来读，现在大家来听。马太福音18章19至20节、19节。我阁甲恁讲，设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啥物，若是同心，就我伫天里的爸要甲因做成。20节，因为无论啥物所在有两人、三人伫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以上。求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下面是国成牧师的讲道。今日牧师所要讲的是同心合一的祈祷。我将时间交国成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主是阮伫咱每一人的心上，保守咱伫有可能欠水的现在，互咱拿着好时咧，当来感谢上帝。虽然顶礼拜会落了真急真大，求上帝施恩帮助咱，互咱出去拢会当平安。马太福音会当讲是新约甲旧约的一个桥梁，一个桥梁，就是讲咱对旧约要进入新约，大概有300-400年，这个中间上帝无透过任何一个先知来讲什么种的话，就是讲上帝点点。经过几若百年，以色列百姓伊嘛咧等待，当时上帝会当差遣迄个弥赛亚来到世间，总是耶稣来到世间的时，世间的人却无接纳伊，却无接受伊。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就是咧甲咱讲救世主的王来啊，救世主的国度来啊，天国君啊，咱人着爱悔改，这就是马太福音中。上界重要、上界中心福音的价值，甲伊的福音的性质，就是咱着悔改，因为天国已经近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所读的经在伫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同心合意的祈祷，就是有2、3个人，若奉主的名组织来祈祷的时，主伫这2、3人的中间。主嘛要照伊所恳求的，照主的旨意来行伫地面上。所以祈祷是啥物？祈祷是上帝予基督徒的权柄。所以基督徒是上帝予咱的权柄，所以是上帝特别赏赐，予信靠伊，以及听伊，以及活靠伊的人的权柄。所以咱甲边仔的人讲，祈祷是你的权柄。做神学生的人拢知影，无论伊读倒一间神学院，我想神学院上界基本的训练，也是上界重要，就是祈祷。因为有早祷会，嘛有暗祷会，每一日上课的大生，着爱先伫 chapel， 伫礼拜堂来祈祷。祈祷会当时7点半，祈祷会当时8点，伫上课进前，着爱来到座位来祈祷。我读社工系是我的老师叫做陈宗林牧师，伊大概拢
足早来就来点名，了就讲，你去甲迄个什么人讲，伊敢若3工无来祈祷会后，哦，学生可能彼此毋知影讲，什么人无来祈祷会，但是阮的老师拢知影，伊讲迄顿伊吼，去甲恁同学讲，伊若阁无来吼，爱较细腻的，哦，所以求上帝想帮助咱，所以祈祷就是做一个传教者，也是做一个基督徒，咱上界重要的基本的功课，以及基本上帝所予咱的权柄，所有的权柄拢对基督开始。所以，伫新学院，无论咧创什么会，基督开始，基督结束；开会，基督开始，基督结束；扫涂骹，基督开始，基督结束。因为阮每一个礼拜二下午最后一节，迄节拢袂当排课，叫做全校大摒扫，全校大扫除。所以学生就爱去扫伊所分配的区域，吼，一年级扫遐，二年级扫遐，三年级扫遐，吼，等等。所以扫涂骹的时，学生组织来，咱三个来祈祷，祈祷了后，扫了后，通常吼。有一区叫做老师的宿舍区，所以有一届分配到遐时，咱最后就是到老师的宿舍去遐，大家三个祈祷。老师呢，有一年吼，迄个老师真特别，伊拢伫礼拜二的下午，伊会叫无商量准备2个的茶水，吼，有可能是泡茶，有可能是真简单的水，就大家组织最后伫遐啉遮的茶，然后祈祷结束迄天的任务甲工作，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祈祷开始，祈祷结束。所以咱甲边的人讲，你的性命是祈祷开始，祈祷结束；你的性命是祈祷开始，祈祷结束。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最后咱一生离开世间的时，迄个告别式，迄个告别礼拜，咱拢无落家己参加咱家己的告别礼拜。所以是我真心的感受。所以伫世间，咱爱去体验到，祈祷是上帝予咱的权柄。上帝有应允，即咱2、3个人若奉主的名，同心祈祷，主要透过安尼同心祈祷来实行伊的心意。所以祈祷会赐了权柄，祈祷会拍赢战争，祈祷会领受上帝予咱的应允。祈祷会完成上帝的旨意。最近有伫网络看到一个标题，叫做“上帝透过正人的祈祷来带领诺曼底登陆”。咱知讲欧洲的战争，欧洲的战争的联军的反击，联军最后的反击，就是对诺曼底登陆开始，因为整个的欧洲的联军拢无联军，联军只有退守到伫英国迄个英伦迄个岛屿，所以咱来看，这场的战争是无可能的开始，无可能的赢。但是呢，上帝透过人的祈祷来带领诺曼底登陆，这个是祈祷。上帝互信靠伊的百姓真特殊的权柄，所以做基督徒的咱伫信仰生活顶面，咱来持续努力，伫咱的性命、咱的生活内面，继续验证、继续灌压、继续精进。因为这背后上大的亏力是来自对，就是来自基督。所以来自你的基督，甲兄弟姊妹做伙祈祷，参与祈祷会的祈祷，所有的祈祷就是咱性命的成长，因为祈祷甲上帝的国度有关系，祈祷甲你的性命所发出的气力有关系，因为祈祷的气力超越你的想象。所以有人感觉讲我无需要祈祷，因为我足顺利的，因为阮兜拢无任何的什物种的代志，而且我嘛有可能无想着讲爱替别人祈祷。其实安尼的想法，就会感觉真可惜，因为今仔耶稣透过马太福音，耶稣强甲咱讲，2、3个人的祈祷的气力是加倍大，所以安尼的想法会互咱
知影讲祈祷，你若无祈祷，也是无甲你的兄弟姊妹相甲祈祷，你有可能就会真拍算上帝国真丰富的应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马太福音6章30嘛甲咱讲，咱若要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咱爱大声来求，爱大声求上帝国甲伊的义，就遮个物件拢要煞互恁，就遮个物件拢要加添互恁。所以怎样会当进入上帝国的义，就是安怎？咱爱同心合意来到主的面前做伙祈祷。若是咱靠家己的想法是无法度的，那靠着家己的需要嘛是无法度突破，只有同心合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安尼上帝就法度拍开伊的模式伫你的生活内面。咱即马手机拢有啥物种的模式？即马即个模式嘛有哪伫足侪所在拢会看到，你要啥物种的模式？透过人工智慧AI 科技，你有即摆的物件拢有模式化，所以上帝嘛透过咱的祈祷来拍开天国救恩的模式。咱的信仰是啥物种的模式？是用祈祷和上帝来介入咱的生活，甲咱的想法，拍开救恩的模式，拍开咱人生运费的模式。所以咱替别人祈祷，咱就袂敢若关心家己的代志，咱就会关心兄弟姊妹的代志。所以圣经嘛甲咱讲，无独独敢若关心家己的代志，爱关心众人的代志。罗马书8章28节嘛甲咱讲，万事互相效力，别项事都爱互相扶持帮赞，互听上帝人来得到利益，就是照当时你奉呼召的时阵所互你的调命。所以咱替别人祈祷的时，咱就袂敢若关心家己的代志，咱来关心四周围兄弟姊妹的代志，咱来关心着教会的代志，咱来关心着宣教国度的代志。咱袂敢若只有关心着家己的代志，咱来关心着其他人的代志。所以上帝就拍开伊救恩的模式。彼得后书3章第9节嘛甲阮讲，主无愿意一人沉沦，伊愿意人人拢来悔改得到拯救。所以耶稣叫我第一件的代志是啥物种的代志？耶稣第一件的代志就是找门徒算数，敢是？无安尼来看嘛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伫受了迄暝，伫克西马尼园，你阁会记得袂？耶稣伫遐祈祷甲大粒汗、细粒汗，安尼一直汗一直插滴，心内艰苦忧闷，结果伊看到边仔伊的学生安那拢困去啊。所以伊邀请门徒甲伊做伙祈祷，逐概拢无成功。所以伫耶稣受害迄暝，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是非常的孤单，因为门徒拢困去啊。耶稣甚至阁几若届甲因叫醒，嘛无成功，最后伊嘛是阁困去。所以耶稣升天进前，一定阁爱阁找遮个门徒，除了讲愿恁平安以外，就是讲恁着爱做伙三甲来祈祷。所以遮学生最后拢伫地，拢伫个马可楼，逐工伫遐组织，同心合意祈祷，直到圣神大大降压落来。所以整个教会重新更新，所以基督互福音会当进入社会。所以上帝救恩是透过教会要来拯救世人。总是耶稣学生伫因还未行出去的时阵，因拢伫马可楼组织，大家同心伫遐祈祷。所以耶稣就恢复门徒的祈祷。耶稣讲愿恁平安，互恁无得到惊吓了后，学生爱组织伫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伫遐三角来祈祷，听候圣神的降临。所以上帝的心意是甚物？上帝的心意就是咱会当做伙当同心祈祷。一个人的祈祷可能无受到任何的搅扰，你会当照着你家己的想法、家己的需要来为着任何事来祈祷。
但是这只不过是咱家己，也是你个人的想法，也是你个人想会到的，也是圣神透过你的感动来祈祷逐项的事。有可能这是一部分，若是若有2个人、3个人，这就是一个团体祈祷。所以团体祈祷会帮助咱找求着上帝的计划，所以伫祈祷的过程的中间，来体会着上帝的心意。顶礼拜三有甲大家做分享一个宣教师叫做梅坚武梅干武牧师伊就配合咱台湾医生伫中华的宣教。伫梅干武未想讲要去宣教的时阵，伊参加一个祈祷的训练会，伫遐来深深得到感动，伊要成做一个宣教师。所以就是透过正人的祈祷，互伊的心火热，愿意来宣教。所以后来伊献身来到台湾的所在。伊来的迄年拄好是1895年，1895年发生什么代志？马关条约。所以伫迄当时台湾无人要爱啊，台湾迄个清朝的政府甲伊放弃啊，甲伊送互日本。送互日本人管，虽然台湾人是真无愿意，总是安那。迄年3个宣教师坐着船来到安平港，一个是梅干武，一个是咱台湾，阁有另外一个宣教师，因3个人风尘仆仆坐船来到安平港。迄年清朝的军队叫做阿婆仔浪港。恁若去看即个故事，恁就会知影，因为台湾的百姓已经互清朝的政府甲放弃，但是上帝足奇妙，透过即3个宣教师过来台湾来宣教，特别有医疗，阁有福音，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因为每到无去参加一个训练的祈祷会，主的圣神感动伊，透过正兄弟姊妹的祈祷，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超过2个人、3个人的。人的聚会，奉主的名组织，奉主的名来祈祷的时阵，这代祷的内容就超越咱家己所想。所以2个人、3个人祈祷，甲你一人的祈祷，一定是完全无相反，因为这就无你家己的偏见。所以咱一个人的祈祷，甲2个人、3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是有所差别。所以主的祈祷文嘛是教导咱，阮伫天灵的爸是阮伫天灵的爸，毋是我伫天灵的爸毋是敢若是我的天爸那点，是咱的天爸。可是安下面咱的歌舞对无？是赦免我们的债，是我们呢，不是只有我而已。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操练2个人、3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所以上帝为什么教伊咱做伙三甲来祈祷？所以，就是为着要互咱肢体的连结，因为咱是属同一个身体。照圣经甲咱讲，主基督是咱的头，咱身躯足侪肢体，这肢体爱互动，彼此相听，安尼才会当建立对方。所以透过基督圣心会互咱彼此搁较相听。这是有的人捌有经验，就讲咱若替咱无熟悉人替祈祷的时，有一寡的话，上帝就会透过感动，所以咱就当体验着对方的感觉，对方是伤心忧伤，所以有时咱代祷的时阵，透过安尼来彼此帮助，互咱彼此的互动搁较深，搁较有连结。所以肢体就爱彼此互相连结，规个身体才会当荣光上帝。所以咱基督徒就是彼此爱共同追求，无咱骹甲手就无法度同心合意。所以透过基督，互咱规个身体呢，知影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咱2个人、3个人的祈祷，彼此互相彼此互相的效力，听主的人来得到利益。所以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大有困难。伫使徒行传。门徒也是耶稣的使徒，因拢经历着祈祷的大困难。
使徒行传第4章31节，当因祈祷了后，聚会所在大震动，因就知影讲拢互圣神充满，开始壮大去讲论上帝的道。所以门徒做伙祈祷的时阵，你看地就大震动，然后圣神充满，因就开始壮大，有胆量去讲上帝的道。所以因原本心内惊吓，拢做伙密起来。但是当因同心合意祈祷的时阵，整个来改变。因知影讲同心合意的祈祷的气力是大的，会当改变因的性命。原本是非常的小胆，大家祈祷了，但是即届祈祷了，因就勇敢去传道、传真理。所以咱知影讲同心祈祷嘛会当抵抗真侪的攻击，包括咱的胆量无够，所以咱爱做伙三角来祈祷，求上帝将伊特别的权柄来赏赐予咱。所以咱知影讲，伫天顶透望，伫咱若同心合意祈祷的时阵，咱伫地上透望，伫天顶嘛透望。但是咱伫地上若捆绑，伫天顶嘛捆绑。所以透过同心合意，互这个捆绑来离开。这是甲上帝国度有关系，互咱彼此联合，互相造就。所以同心合意的气力是大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18章20甲咱讲，无论咱伫什么所在，有2、3个人伫我的名来组织，上帝嘛伫咱的中间。所以上帝嘛伫咱聚会中间，咱拄有祈祷无？有，安尼上帝伫咱的中间。有一个牧师讲，咱聚会的人数今仔日偌济？咱顶礼拜有偌济人？来看唱歌吼，还佫加3个，为什么？因为圣父、圣子、圣神伫咱中间，三位一体，所以该加3个。所以咱的聚会拢有上帝甲咱同在，奉主的名组织，上帝就伫咱的中间。使徒行传12章嘛记载。当希律王杀死了耶稣学生雅各，因接续就是要杀彼得，就甲彼得掠去监牢。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怎？大家面对真大的危机，因为耶稣的大学生彼得嘛去用掠去，所以因就同心做伙为着彼得来祈祷。当因祈祷的时，上帝就来做工，彼得身躯的铁链安那脱离，监狱的门拍开，彼得平安无事来离开监狱。这种的新约有可能伫今仔日来发生嘛？相信伫今仔日嘛，咱会当经历着上帝的新约。搁较大的困难伫上帝的手中，拢无难成的事。所以咱信徒只要同心合意，上帝会作为甲新约嘛会临到。伫非洲有一个信主的少年人，因为发烧，煞开始精神错乱，毋知伊咧讲啥物话，宣教师嘛无法度来帮衬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即个少年人伊的妈妈看着嘛毋知影要安怎，哇嘛非常的惊吓。了后，宣教师讲这发烧发烧爱做啥物代志？冰敷啦，若有冰上介好。但是伫迄种所在遮落雨，莫讲要找冰啊，遮炎热落雨的所在要迄地找冰。问题是要迄地找冰来，互即个少年人来伊的烧会当摕去。即个病人的老母，伊就想讲，牧师进前讲到的信息有讲，伫上帝的内面无有难成的事。上帝是全能的，伊就讲宣教师，咱做伙三角来祈祷。所以伫咧祈祷的中间，忽然间天气大变化，就降落即个冰角下冰雹。就摕即个冰雹来为着即个少年人甲伊冰敷，了烧就退去。即个少年人的性命就保留了。所以天气是谁咧管理的？是上帝咧管理的。所以只有伊会当落冰角，虽然无冰箱，虽然无电器，
是一个真落伍偏僻的所在，但是上帝煞降了边角，最后这个少年人就因为安尼，伊的性命来保全。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只要相信圣经内面的神业，今仔日嘛有可能，嘛有缘会发生伫咱生命的中间。只要咱同心合意祈祷，上帝手随时拢会伸出来替咱斗相共，来斗帮咱。1960年代，即个非洲的肯亚因为内战，因为政治的无平静，内面有内乱、有内战。这个肯亚就这游击队，就是这个叛军啦吼。这个叛军因为武装。都拢去捡足侪少年仔来，所以迄阵啊，真侪外国人，也是真侪人拢用刣死。有一对宣教师夫妇叫做马特甲洛兰西，伊是一对夫妇，因伫非洲做真好的工，特别是真偏僻、真落伍的所在。咱教会敢若嘛有人去非洲传福音吼，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伫迄种遮尔偏僻落伍的所在，有宣教师会卡遮伫迄个所在。我敢若行到印度，我就感觉讲若要搁去非洲非常的困难，因为印度我就感觉做落伍的吼。所以咱看着讲伫宣教师即对翁仔某，因要转去到首都奈洛比因住的所在，中途去经过着游击队叛军。占领的所在，你车咧开入的时阵，非常的细腻。这车无拄好过路，要安怎？因非常的惊吓，拢伫咧车顶，毋敢落来，窗紧架起来，紧闭起来。因足惊喜哦，遮个少年人武装的游击队刣死，因为遐武装的游击队拢四界咧巡逻。因真烦恼，迄暗非常的惊吓。但是迄天透早天拄曝光的时，这个先生紧甲车紧甲修理好，紧发动，然后紧离开，平安无事离开迄个所在，倒去到因首都奈洛比因住的所在。几礼拜了后，即对翁仔某就转去到美国。因转去到美国的时，有一个朋友来找因讲，恁是毋是伫肯亚迄个所在拄着危险？即个宣教师讲，逐工拢嘛做危险的，因为逐工拢咧战争政府的军队甲即个叛军的军队不时嘛咧相战，连伊遐战，连伊遐战。即位朋友来讲，伫3月23号的暗时，迄天我想想有一个想法。伫咧想恁讲恁伫非洲毋知好无？新闻咧报，遐真无平静，咧动乱，我足烦恼恁咧，我烦恼甲困袂去，毋知要安怎，我就起来祈祷，为着恁翁仔某祈祷。祈祷到一半讲，我一个人祈祷开了有够少的，伊怎去找？敲电话，敲电话，来，福村你有闲无？来做伙祈祷，来，会书你有闲无？来做伙祈祷。搁敲电话来，方月你有闲无？做伙祈祷。再一个点名好啊。伊就一个安那找10个人，会使人拄好10个人，16个人，甲伊做伙伫迄个时间做伙来教会，同心合意伫遐祈祷。伊就祈祷，甲即个烦恼后来全无去为止啦怎祈祷维持一段时间。讲，即个宣教师的因的夫妇就开始想，开始想讲，真正的，即个时间点，你祈祷的时间点拄好，阮发生迄暗发生的代志，拄好时间点，拄好完全的一致。因为迄天阮开车要赶转来，首都阮住的所在，车伫半道的中间过路去歹去，拢毋敢落车。我就秘伫车顶，因为迄个所在拄好是叛军占领的所在，所以原来迄天其实有一个武装的青年，伊叫着几个甲伊共党的人，看到一台
真清楚的车入来到因的所在，因就要去看到底是谁入来。这个少年人伊发现着讲，这是外口的人，毋是因家己的人。因本底要开枪，要弹，要甲因杀死。当因慢慢接近即个车的时，发现着即个车四周围有16个人，有16个人手举着武器伫遐咧顾迄台车。即个少年人伊看法讲，阮的人比伊较少，怎打消要甲因杀死的念头，就安尼转去。咧即台车过路伫遐，哪有16个人甲因顾？即16个人佮手摕武器，即16个人是甚物人？就是伫美国，即个关心因替因祈祷的人，总共有16个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毋通讲上帝心也未伫即个时阵发生。当伫美国祈祷的时阵，伫非洲既然有16个人抓枪咧替因固守，因拢讲因拢无落车，因拢伫车顶也要惊死，嘛是伫遐祈祷当然嘛毋敢伤出声，因为惊伊惊动着四周围遮个武装的青年。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上帝内面无有难成的事。所以18章19节甲咱讲，我阁甲恁讲，设使恁2人，恁中间有两个人伫地呢，无论求什么，若是同心，就伫天呢的天父要甲因成做，要甲因做成。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咱若是伫地呢，咱有2个人，超过2个人以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伫天顶的天父就要照伊的心意来成全。所以同心合意的快乐有大无？这个故事，咱听着嘛，感觉讲，我看着时嘛，感觉讲，哪有遮奇妙的事？我敢若想着讲，恁伫非洲拄着遮尔大的灾难，毋知有法度去倒来美国无？替恁祈祷。但是当因咧对话时阵，即对翁仔某讲，迄个时间点拄好，阮发生真惊吓的事。阮上帝是阮帮助咱只要2个人、3个人同心合意自责，奉主的名自责，主伫咱的中间。只要咱同心合意祈祷，无有啥物袂当解决的难题。只要同心合意的祈祷，佮较大的困难，嘛有上帝的手来扶持，来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主，你互阮经历祈祷的快乐是大的。当阮同心合意祈祷的时，主，你要照你的旨意来行伫地面上，来做成超越阮所想会到的事。求上帝帮助阮，求上帝使阮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同心合意，常常为着做事来祈祷。因为祈祷是主你互阮的权柄，是互阮的快乐，是互阮的能力。只有祈祷会当超越所有一切阮所想会到。愿主照你的旨意来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回应诗349首，祈祷的时，即时极好，请起立，咱吟全首。
咱做伙来奉献，请书献的当工准备。这请起立。这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家己读一遍，请。我可甲恁讲，即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啥物，若是同心，就我伫天里的爸要甲因做成。马太福音18章19节。所以我来介绍新的朋友甲报告。今仔日刚有新的朋友来甲咱会堂。好，请一位请安怎称呼？池池上的池，咱欢迎欢迎咱这池姐妹来甲咱教会，咱有缘赶快用欢迎的歌，欢迎你每礼拜拢会当来教会甲阮主持。作者，我来做简单的消息报告。本会的消息，第3期洗礼已算伫咧6月初2举行。报名洗礼甲虔诚礼的，请准时出席即个学道班信仰造就的课程，上完课程才会当受洗。第二，伫本教会聚会已经受洗的，欢迎申请将你的会籍迁入来本会。若是长老教会以外的，请以信仰个别加入本会。第三，5月12日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邀请各团体提供节目。报名于坚牧师来报名。报名时间到4月28截止。第四，洪景芬女士、洪东宗兄弟的妈妈，伫咧4月初4蒙主恩调，安享主怀，即个享受的年龄是103岁。伫咧4月13顶礼拜六，伫中华育婴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愿圣灵亲自安慰伊族，并赐下对伊来的平安。第5，秀兰长老的孙新妇黄紫薇
伫4月17生产伊得女婴1名即个母女拢平安关注祝福。中医说明兄秀兰长老升级做阿祖，这阿祖走去倒去？阿祖无伫遮，有伫遐来。第六，咱即个拜六有即个街舞班招募新的学员伫个每礼拜六的下晡4点到5点半，即个师资是东江大学乐舞社的每期是5堂的课，1000块会当试一届，会当上一届免钱会当上一届着收200块。招收的招收国小以上55岁以下对即个街舞有兴趣的，报名请即个世杰、黄世杰甲洪宇弟兄来报名。第七，圣歌队招募队员，对音乐、服饰有意愿的，请圣歌队队长美满执事，或者是怡娟牧师来报名。第八，教会同款要招募音控的即个同工，请干事来报名。日后要举行音控的训练。第九，每礼拜3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团契消息：李龙主日今仔日举办校外的即个教学。今仔日参访是泸州的即个李氏古厝由怡娟牧师主理，和小朋友透过野外的礼拜，认捌在地的即个古籍文化。第二项，上年团契伫4月28日下主日例会，邀请台湾国际即个饥饿对策协会即真正志牧师来遮分享。题目是劳而有用，劳而有用，劳而有用，就是讲咱年纪大，阁会当创啥？是敢若会当伫个葡萄豆叫做老空间看是伫个厝诶，倒个厝诶看电视，或者是伫个厝诶坐椅拢袂叮当，或者是你甲几个同年岁朋友会当斗阵做伙做一件代志，做几落件代志。对家己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曾牧师是国成牧师特别邀请伊来遮分享的，所以这个题目对咱在座目前大部分的人拢真有意义。望伫后礼拜大家拢会当留落伫个1楼来听这个议题，劳而有用。咱传道组有准备中昼顿。传道组有准备中昼顿，所以欢迎大家拢爱来。补充报告：上年团契伫后礼拜4月27有举办一个踏青，主要的所在是要去看海洋，时间是7点出发，6点50集合，集合的地点是咧三民路的区公所。伫遐稍等，毋免早，你毋好食早顿咱有准备早顿。具体相通的部分，请兄弟大家祈祷。教界的消息，第一项，请中职特别注意，有初阶中职训练，请中职会当报名参与。第二项，请兄弟大家来参与，有兴趣的人。会当报名。买便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现在请起立，咱唱2间。上主大仁爱。
心内，主会徛每时刻，甲你引导在。愿主因个变就你因主，必愿带你。主信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间。咱做回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这世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热岛避会。